国王令他将必死年啦。你管这就不要开始掉了吗？春风得意昂前走，梅花吐水一点红。天降智慧接送儿，册封朝阳张尊公。请自龙恩妃平松。娘娘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丧事父母难生。小妹今要分娩了，带着妻子母亲拜见我成公。拜驾若成。娘娘，娘娘，什么？一所孩子。
娘娘，遇到是先下水为强，后下水遭殃。娘娘在奴婢恩重之山，只要有我之处，哪怕赴汤蹈火，万事不知。与我两场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娘娘，这是那这个妖妃产下了小太子，就将他勒死。这啥是个死配？不可，此辈不决，是我得了。上一本来就没唱出来，上一本来就没唱出来，这样的情况我没办法唱。哦，原来是外邦血亲，今世礼貌。原来是这个畜生。哎，娘娘预了，什么预料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自己。调包自己。是啊，娘娘。天是花包，今是梦，不去比，是人非人相归哟。要非杀生小孽种，就将这不必礼貌。调包，哎，娘娘有了，我不叫那筷子去调包。娘娘，别生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息吧。哎呀，筷子姑娘自寒自暖，对娘娘体贴实惠，真是一位好姑娘。哎，是啊，以前我是要发的等爱他了。为娘娘送来恩待奴婢，侍奉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是往东；我要你往西，我是往西；我要你站着，不要你动。我是站着不动，不离主意，侍奉娘娘。好，叶下雨一切皆是要你去办。奴婢愿望，你去请进来。
子先生当场了过。先生死后作戏，你与我苦报他。万岁！这几十方子，而非是我答应他得的娘娘。万岁！而非听风。万岁！这何必为朝阳分空？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姐姐娘娘千岁，千岁。
拿来。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相遇礼了。魁子，你一人在此作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魁子，切勿拖晚，免受娘娘责骂。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人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忠爱圣子之人，今朝我不求教育他。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何事？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举名啊！举何生之名？公公啊，可怜娘娘生下一子犯遭偏爱，此今太子命在旦夕。说真假？今日娘娘真的真公与国娃设下道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。太子前来抛出这御欧之中。太子哪里？太子是哪里呀？儿子向国王刘飞新的正宫，国王凶残多年，实是也是见不到反省。这小太子他有三条性命，岂非一气断送之？哎呀，公公啊，孩子事不足惜，总要拒绝太子才好。孩子向进宫不久，离而不知，咱家半家多年，看尽了是深宫中的罪恶，满朝文武，人人是为，你问的小小内事，是何管的？实是飞蛾扑火，百般送死啊！
嘞？你是不想举太子了？城里，你望为堂堂的司臣，身为牛的要听，只怕郎哎他怎把你少子生？太子早不定的情事。
君才心与归，我身为三公中间，不是看子小公神，恩之恩，见人作谁是了情，今以真功夺其身，盼皇上昏庸妇人少自见，大自大大宋江山。看此有了，快将状案调完。换了状儿，这恐被人识破，不如将太子放在公公下中。哎呀，这状儿灭不透风，怕要蒙我了太子。事与愿违，公公快将古品倒掉。古品不用倒掉，还总是有机关。事实甚好，公公快召集而已。原来是瓜公公，请问刚才一人在此，一人在此，可曾看到看子？未见看子。哎，你随风帐下去往何处？
奉旨为北燕王作首，啊，中何话？实现孤平。慢！实在朝阳公自报实切，请你当开张啊，可有？个得？不可以吧？刘王儿已知，凡岁月王风慢！谢姑娘娘方可出宫。王明在身，少备了。你真不谢娘娘，陈琳，你到哪里去？奉旨为北燕王作首，一路之上可曾见过客子？未见客子。看中我吧，实现孤平，可以个得，并不个得。你去去吧。是。娘娘，奴婢刚才从子查困帐啊，他竟不肯开啊！快来，根本不把你真宫娘娘放在眼里。谁选陈琳？是，娘娘有旨陈琳儿此见驾。陈琳二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陈琳，一路之上你可曾见过客子？未见客，还中我啊！实现孤平，可以个得，并不个得。当真，当真，鼓掌，鼓掌！你去去吧，是。娘娘，看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内中有诈？三次选陈琳。是，娘娘有旨陈琳三次见驾。陈琳子。
天家，娘娘千岁千岁，千岁成礼。国王再给宽宏是哦，娘娘，放心，这王疯子啊没有犯事于此，只怕难以开的。气死我了！你敢用绳子压我？奴婢不管。国王，用我接去我疯子。娘娘不哭啊！一起与 A 家担待，是，也请由娘娘担待。慢，王凤一开，我当开一门宽。
姐讲，问到下面可有疙瘩？好笑，来的疙瘩，哪里去的？好啊，在用饭给穿孔。娘娘高见。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他来扶子。哎家教你办的事，你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讲哪里？为什么？啊，蒋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掉啦。搞在哪里？以后之中，以后为证。恐啊为证。好，事情办妥，定于重赏。谢娘娘。城里，他从几步疙瘩已经碎了，王公之子一家是为兵营万岁。娘娘，昨夜一夜未睡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家为娘娘最好。
你为何在台南玉帝呀？玉帝，这3年来，怎没有从你听说过你与过3弟相？雄王冒遇过事，哪会顾得上小弟的家事？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皇儿，快来拜见万岁！是，儿正朝政，叩见万岁。王子名声夸夸起来，谢万岁。王子，无人3年下被欺负许一表报告，从你尊下华生呐！我想啊，都是谢王爷嘛，4岁想想。亲生儿子怎会不祥？玉帝，朕想把王朝继承过来，好，欲恐流死他。雄王几岁中意，就该当机立断。哎，王朝听风，万岁。朕封你为宋州太子。多谢父万岁，万岁。我们起来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亲信万岁。自从你来临刚好，基于你的3弟下，朕已封他为宋州太子了。万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心啊！皇上，大宋不能复后，妨以国事为重。是怕事关大宋纪念，你去生下儿子吧。啊，王儿，快去见过你母儿。啊，
来从前我对你就像自己亲生儿子，还要亲我。啊，多谢母儿千岁。啊，皇儿，父王，母子也从切记恩信似黑神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哎，长命万岁！命你破奴太子，曹化于宫去吧。朕旨。父王，母儿爱人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玉帝，你来了，朕的皮聚好了一大半了。受的是家，慢，陪朕一同饮酒赏月吧。来，国父上来。你有恩重撒谎，谁有知识大姐说来领导啊？万岁！自贡与你是啊。你
太子吗？哦，娘娘，这位就是万岁信封的太子。娘娘，小殿下的容貌长得真像娘娘啊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。哦，你看是吗？奴婢正令叩见李娘娘。臣令平身。谢娘娘。殿下，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娘娘我可拜的。哦，拜的，这是一位大爷大德的娘娘，你要尊她为母儿，多多拜上几拜。啊，爱人朝正拜见母儿娘娘，随吧，不拜去吧。啊，愿母儿千岁千岁千岁，小殿下请。为什么在人工受苦？小儿子家就不要多放量。那我问娘娘去。哎，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是嘞，瓦丈1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一阵长相。一次，是此说来，兄王与我同年，兄王如今在哪里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兄王的下落？我哪里会知道？娘娘，兄王究竟在哪里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凌晨之时，只听女儿的哭，不知谁人追本，使我惨相光退。大哥，当时能够。
这老公没有犯谁之意，你是不能到此的，还是我为公去吧。不，我要在这里陪伴娘娘。殿下，放下我的宫女，等你顾我小女，你可委屈吧。殿下，话虽话，随吧。娘娘，明天快来看望你啊！殿下，娘娘，殿下，娘娘，殿下。奴婢开子可见娘娘千岁。平身，亏姑娘12年来哀家陪你伺候，娘娘对奴婢恩宠四三，那就该施恩报恩，把12年前祈求脚本之事与我一一的将来，是与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从你用江山请来兵子，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完出小太子，将婴儿放成狱内，就去脚下找银子。送4岁头视频12
娘娘，看只有我王特策王色些什么呀12年前，你以政令传统，蒙骗 A 家。娘娘，此话从我说起。不当2年不早，过啊！来，用将他绑下了。是来人，带下去。娘娘，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不当2年不早。娘娘，带下去。娘娘，娘娘。我不当了，娘娘，当时开子断了亏公，倒不是将陈令宣进宫来，让他得胜。好，宣陈令是。娘娘有旨，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。可见娘娘千岁必生，谢娘娘。娘娘，深夜选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A家与我分你，娘娘请讲。12年前，A家命开子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事你也知道？哦，什么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上19，实在放外了。可是魁子他已经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是不讲，去把A家分裂夫妻。哼，娘娘要你死，你可我不成。哈，我你管到怎样？咱家有先帝面试进拜啊，娘娘。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，慢慢想来，谁能想起接来禀报自家门？既然想不起来了，我必接着要追你。
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，看似他坏了 A 家的大事，你说他给当不给当？给当。奴婢虽无佛妻之礼，是何当得？哼！娘娘一子，你怪为空。娘娘。你
嫂，你问他当年与谁串通，还中长过后啊？低的。快子，你当年和谁串通，还中长过后法？此话从我说起，难道你曾看见？哦，我曾看见，娘娘，你可曾看见呐？我当然看见，你问他早是不早？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还要问我？好一张理罪，陈丽，你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当得他早生放血。娘娘，张令，你不管重大，快来，你们是串通的了，素娘。陈丽，你只管从大好了。这是要丧命的呀！愿一头再有子，孩子绝不管你，你当吧。这是你陈丽，你与我打。陈丽，你打死我吧！你看见我。一
孩子，我的好国孙。一往千岁，公公免礼。谢千岁，咱家奉了万岁之意，送上这礼封。公公，本王拜谢皇恩。咱家告辞了。公公，公公来得到此，怎能不应随之匆匆回返呢？国之外嘛，告辞。
慢！秀娘本王当开帐下，你我同用手刀，同享华恩，罪罪不止了。啊，那怎么是的呢？公公，难道这点面子也不及本王了？这个哦，是此事来，公正不如从命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不是本当妾是失律。启禀阎王千岁，这庄儿之内有当今万岁，你便第是一岁。哦，请公公顾谋。这怎么是的呢？此次你我一动白眼的，跪开，起来吧，快点！当夜之岁送礼子，皆为父王谢失律，不必请用清水用，刻苦烈烈的不留，而望玉必清否？公公，你可解答其中之含义目？这有什么好解的？你不解答，本王解答。杀律乃杀刘非也，一派无言。皇上一旨，那是问谁？分明你本王自灭失当，一概不律。说得好，太赞了。国王，只怕你来打去不得了。来谁呀？你瞧这是四十公啊，家爱青菜大人，你在吗？我在。我自那三岁，你最后千里高手。咱家乃是少公中进，乃是大人，你怕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小半上也配万岁，却还中了谁打不正，还为我送身早来。大家伙，我现在只有你不要随便看人，打起了。国王见策。两力不招，用言是，哼，这家伙我在自由。真公爷，杨家将我娃压下去。
父随送礼子，敬为父王先十里。陈琳，娘娘，当年先王命你为北吴主帅，送的都不是本道水礼吗？真是，可这上面送的礼子岂不荒啊？此言难生，今夜送的不是啥礼吗？莫非你生的送过礼子？提起当年杀来华章，娘娘。奴婢不管，你无色何？你岂想邀一我做梦骗家？奴婢不管。陈琳，我来问你，你说的那个女人是经世上怀孕吗？你说呀，你讲啊！娘娘。切莫笑得太早，你来看。王令堂，真是王令堂，生人死，何来司法？生死不律，未必可知。这是神外我者，神外我者。好少年苦难长，累累也累累，30年不见，你还生死为己吗？好
娘娘月亮是真。七十来岁，国王一在，国王一在就是中。各位，奸党弟子大罪一报。kre子，你宽大要为我们的血没有把人，我们的罪报了。kre子，好公神，好公好。来呀，拿去。万岁！